黎巴嫩 BB 扣爆炸，即阵佮传出科技亚崩起，上无20个人死亡，450人受伤，顶悬是打日本厂商的挑头。台东食阿摆中毒的事件造成3个人死亡，即摆验到脱壳熊这款龙角，检方在查看敢是有人调工放毒。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晶。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黎巴嫩再度发生 BB 扣爆炸案件。想要到即阵，佮传出真主党在用的科技亚爆炸，尚无造成20个人死亡，450个人受伤。这个爆炸科技亚顶悬是有印日本 ICOM 公司的商标。根据中东媒体报道，这个科技亚机型是 ICV-8G， 是日本制造的，几个月之前才拄交货。不过，日本的 ICOM 公司发表声明，讲这个机型的产品甲电池，伫咧10天前早就停产啦。而且爆炸科技亚电池无打防卫大纸，所以无法度证明讲是原厂制造的。双方的讲法无对同，黎巴嫩的居民是真不安，当地店家当然唔敢买相关的通讯设备。黎巴嫩则被传出第2摆无线电通讯设备爆炸，武装组织真主党用的对讲机，伫首都贝鲁特甲南部地区发生真一件爆炸，其中包含前1摆 BB 扣爆炸受害者的丧礼场合，已经造成数百人死伤。因为设备爆炸原因无清楚，有的电子产品店头正可能将相关的产品刷走。不过黎巴嫩民众仍然感觉真不安。إذا عندي بالبيت طاقة أو على البطارية ليثيوم أكيد بدي أفصلها على الإشعاعات رغم إنه بجوز مش مزبوطة بس الواحد بضل بيخاف。这摆爆炸的对讲机设备出现日本电子制造商艾克姆的标签，因为机身无打防伪大纸，厂商目前无法度确认是毋是家己发挥产品，而且这型号早伫10年前已经停产，也无过生产电池。外国媒体引用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指出真主党差不多伫5个月之前买一批对讲机，甲 BB 扣是同一时期买。这期真主党的规通讯网络可能已经互以色列情报系统渗透。2件爆炸案造成今仔载来30多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Now, these devices for Hezbollah are a means for them to sidestep what's believed to be intensive Israeli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on Lebanese telephone networks, especially as clashes continue for over 11 months. 虽然目前以色列官员还未对爆炸案发表评论，军方却证实最近伫加沙组成的一个部队已经被中心部署甲北部展开新的军事行动。加沙冲突以来，黎巴嫩真主党用支持巴勒斯坦人做理由，伫伊利两国边境进行交火，各界烦恼引起全面战争。美国已经连续2天表示，无涉及通讯中地爆炸案，同时警告唔通互中东局势升级。伫阿拉伯国家要求之下，联合国安理会按算伫20日开会，讨论针对真主党的爆炸案。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进行呼吁，不应该将民用设备武器化，各方人士爱站站。国视新闻有眼朋友。黎巴嫩 BB 扣爆炸案死伤几若千人，来台湾的金阿波罗公司讲因无负责制造，是授权予匈牙利的厂商大牌。士林地检署早起嘛去约谈金阿波罗的董事长。不过，这个 BB 扣和科技亚是安怎会爆炸的？台记者访问国内专家，专家认为这款产品可能是伫咧运送的过程当中夺去互人动骹手，因甲零件内底放火药，互这款改装过 BB 扣接到信号了后，电流一个通过炸药，就会规个崩起。有学者认为讲，这个爆炸案其实和台湾厂商无啥关系，不过咱台湾嘛爱设置，唔通互利用加入去国际风波。然后你要知道它多高温，你就看它的颜色。像它这样到了纯白啊，就6500度 K 啊，那这是保证可以点燃。透过画面解说安怎透过电甲炸药点火倒爆炸。黎巴嫩这几天发生 BB 扣对讲机爆炸的案件，2间互人指控的制造商攞出面背回家己生产的产品无问题。专家讲，若制造商无受指示去生产有问题的设备，安尼就有可能是伫供应链的运送过程，通信设备互人动过卡手。看人家跟你下单的时候有什么样奇怪的要求，比如说你不要把我这个封装封死啦，为什么？因为我好拆嘛，啊，或者说哪一个这个零组件，啊，又是怎么样一个特殊规格，然后难道他们没有警觉吗？专家讲，有心因素也可能向制造商收购正常产品来改装，再搁卖出去。
上有可能互人动骹手的零件，可能是伫电池内底加入炸药，透过信号，互电流行向炸药，达成爆炸的结果。大量的收购之后，透过这个改装的方式去加上一些，比如说这个导引的引爆的装置，像引爆接收器啊，还有另外这个火药的部分，然后有可能或者是也透过电池的方式来做一些相关的这个火药的置入。你应该要有一个方法去确保，就是说从你生产完到交付的时候，它这个东西都是安全的。那甚至是你其实都检查完之后，你贴个封条。更进一步是说，你要有一个白名单的一个程序。那只有说你符合某一些条件，那这个运送过程，那这个才是白名单。那你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去确保，就是说我们用的东西其实都是安全的。专家讲，现代技术已经会当透过扫描晶片检查敢有恶意的设计，不过成本无低。要避免透过通信设备发动恐怖攻击，就是要针对随身的设备做检查，才有法度确保安全。这个案件引起国际上的关心，亲像电影的剧情伫现实发生，到底倒一个环节出问题，已经成做全世界的焦点。记者郭宝根、张君豪、林旭凯、新竹台北报道。咱台湾头一只家己做畅水艦海鯤号，甘做会赴明年顺利交会的。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按算明年3月、4月陆海测试，11月交船。另外，国防部嘛有编2481个预算，要搁打造7只畅水艦，加强国防的作战能力。个人已经5万加固第一只搁做畅水艦海鯤號，当日军舰在进行撇港的测试，但是面对10几项缺失需要改进，目前进度差不多伫50%左右。当时当来到海上的测试和明年敢会当顺利来交谈，真受关注。国防部长郭立雄是正面来回应。大概就是3月开始进行海上测试，3月底4月初可以进行海上测试，合约的管制在114年11月的交接。郭立雄证实海鯤號是按算明年11月来交谈，尤其国防部已经替沙特来军舰做准备，一口气编列2840亿的预算，对114年到127年，用14年打造7只畅水艦，用2+3+2的方式建造。郭立雄解释讲，8只畅水艦会当发挥技术隐秘的作战用途，学者认为讲会当来帮助维持国防产业的量能。美国或是日本，他们就是尽可能让自己的这个国防产业，它前建那个建造工业能够让它维持一定程度的持续的运作，这样子你的厂房、你的这个人力啊，整各方面其实它都可以保持的那个活泼，然后就是它的这个设计啊、建造的这些能力能够持续维持。针对未来畅水艦的作战，最后救援能量敢唔够？郭立雄讲，除了规划救难艦，嘛含友盟国家来签订相互救援机制。另外，国防预算配置重点是反映国军，甲重点放伫 AI 运用和无人机的采购。官兵天都跟着出击，战甲车各种火炮拢出来，对海面来开火，精准拍到射击的区域。金防部19伫历史东港附近是开始太武操演，强化外岛的防卫能力，但中传出渔船干扰影响操演。确实完成反登陆作战各阶段战术行动，精确打击目标区，除展现官兵平时精实训练成效。更验证外岛防卫作战能力。国军严正防空作战，中国航艦辽宁号18时大动作通过台北东北的海域，同一天有大量的机舰绕台。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干部是一直锁定辽宁号的动态，掌握辽宁号和2只驱逐舰航向西太平洋。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的兵务部落发生食阿拜中毒的事件，拢总12个人送病院，其中3个人死亡。卫福部对这阿拜内底验到脱壳熊这款农药，即马检方已经介入调查，要查看敢是有人跳工放毒。真侪动物专家实先登去现场采样，结果去农地来现勘，查访当地农药行，嘛含交涉访谈，要较紧来调查厘清台东集体中毒案后壁真正的原因。假酸假的这个部分，我们在山上我们不可能随便乱查。这个事件是造成金峰乡的兵务部落有3个人死亡，当地卫生局已经送验落地、丁兰和阿拜大亚藏甲醇的部分，3个检体检测，经过卫福部农药公台检验，在甲醇的部分发现不是一般的信号，验出有机磷脱壳熊。每颗粽子换算下来，粗估
是大概30毫克，很明显，这个托福松的检出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浓度相当的高。卫福部说明讲，有机磷托福松是剧毒的农药，中毒的镜头有乌仁变甲干那尖，会带甲吐甚至昏去。急性期伫5分到30分内会出现，即摆采集的人体检体初步嘛验出有农药的反应。食鱼简体内部分别是哪一个食材，我们当然还会再去做一些定性的鉴别。不过经过烹煮之后，原来来源是什么，可能都会混在一起了。它其实都是用在香蕉油，然后菜，十字花科的菜，比较用在地上的一些线虫。根瘤线虫。另外，阿拜内面是包什么食物？食药署讲到，除了大外层的叶仔，还有台仔、落地肉、猪肉含竹笋，到底是对一个成分有可能去染到托福松？虽然是要等官方来进一步鉴别，但是有学者来检视这摆相关的食材，认为讲，这种叶含竹笋在种的过程中是无啥会去用药剂来涂糖。它是使用在土壤里面那它的半生期其实也都不长，顶多就是1个礼拜或2个礼拜这样子的半生期。所以使用了以后，然后又在田间又降解又衰退，要从药剂到植物的残留，然后被人摄食以后，造成像这个急性中毒的情形，基本上它是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就算有学者讲托福松有系统性，会互树栽吸收，用水洗袂掉，但是因为安尼引起中毒，过去是真罕咧看。不过照官方的统计，专案加起来是12个人送病院，其中3个人死亡，还有6个人持续住院治疗。到底农药是安怎入去到台仔庄内面？今麦检警嘛当介入继续厘清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重点新闻？来看中央银行月日利率白白，而且信贷票存款的准备率调悬1倍。另外，中央银行嘛宣布第7届压制炒房，伫咧全台湾任何所在名下有厝的人，头1号厝贷袂阁放入还贷款的期限，第2号的贷款极计申请50成尔。内政部宣布，即马开始量化的同性情伴，只要伫咧承认同婚的国家结婚。经过咱驻外官方，或者是伫咧线顶通过面谈、验过文件，就会使伫台湾登记结婚。来看南美洲，今年到达已经发生34万外件火烧山，若是因为全球暖化、高温可汗的关系，这当地农民要振作进前会点火来烧山开垦，这也造成火的风险。而且消防拍火时，嘛发现有真侪野生动物不幸互火烧死。野火伫林间破开，庆出大量乌烟，民众也加入消防队拍火，希望控制火势。比如最近东部落雨加上继续苦旱，互野火无法度收煞，已经夺走16条人命。秘鲁总统亲身坐无人机去在普顺市，宣布东北部圣马丁、亚马逊加乌卡亚利地区进入紧急状态。Este año, solo hasta la fecha son 238 incendios, de los cuales reitero.Ya se han controlado y extinguido más del 80%。虽然秘鲁总统讲北城火势得到控制，不过野火已经烧害超过5万公顷的土地，包含可可、金蕉、油杉和其他农作物拢受了。农民看下生活智慧，除了造成农作物损失，搁对自然生态带来严重冲击。救援人员伫烧害林地当中发现未少动物已经烧到乌毛埋尸体，不过也有少数幸运得救，伫及时得到水分甲食物补充了后，保住一命，被送去庇护所安置。在附近的巴西野火，那伫世界上大湿地甲亚马逊雨林滚架，都烧向首都巴西利亚外围的国家公园。民众伫烧甲臭火大的树林中，刚刚发现被护导性的野生动物遗体。Acredito que muitos animais foram atingidos, né? Porque deu até para ouvir barulhos de animais sofrendo, né? Com as chamas. E é uma tristeza, realmente assim é de partir o coração。不过，互人欢喜是伫2月润的泸州，一只细只火鸟幸运活来。巴西今日伫9月就爆发超过5.5万件野火，规南美洲今年以来，佫发生超过34.6万件的森林野火，创新高纪录。除了因为气候变迁，巴西甲秘鲁当局拢谴责农民惯使用火警方式种地，恐惊是造成野火烧袂衰原凶之一。目前，巴西首都高火火势已经得到控制，不过消防人员烦恼伫高温酷寒助长之下。亲像疫情同款破开的野火，会烧到11月。公司新闻站回面报道。来关心美国总统大选，
Trump 和贺锦丽辩论了后，民调显示讲，伫咧关键的摇摆州、宾州甲密西根州，贺锦丽拢是领先占赢面的。另外，共和党候选人 Trump 伫咧辩论的时，黑被指控移民会食猫仔甲狗仔，引起批评。Trump 即马甚至佫讲移民是恐怖分子。川普18暗时去纽约州长岛做事，另外有警察甲骑马的特警队严格维安，记者为下晡就规定到位。还佫有人讲愿意替川普当枪子，川普上台就大声批评移民问题，无根据的指控真侪恐怖分子入境，贺锦丽爱负责。佮讲伊要去家己讲，合做移民拢食猫仔狗仔的谣言防暴中心，也就是俄亥俄州去做事。How about in Springfield, Ohio? They've got to get much tougher. I'm going to go there in the next 2 weeks. I'm going to Springfield and I'm going to Aurora. I want to be known as your border president. I'm going to be known as your border president. 贺锦丽18是伫美国国会西班牙裔核心小组的活动演讲，宣示要建造几落100万间新厝，也加25000美金补贴头一届买厝的人，嘛无被记咧谴责川普削减社会安全甲医疗保险、大规模赶走移民的极右政策。Donald Trump and his extremist allies will keep trying to pull us backward. And now they have pledged to carry out the largest deportation, a mass deportation, in American history. How's that going to happen? Massive raids? Massive detention camps?昆尼皮克大学伫9月70川河辩论了后进行民调，显示贺锦丽伫宾州甲密西根这两个关键州得到超过误差范围的明显领先，威斯康辛是领先1%，相当是平手。不过川普伫南部4个无确定州有小可领先。美国上大的工会之一，就是国际卡车司机工会，宣布这届大选拒绝支持两党的候选人，因为双方拢无对工会的重要议题做出承诺。这是1996年来头一届拒绝背书，嘛打破20多年来拢支持民主党人入白宫的传统。不过，川普认为这原来是伊一大机会，只不过贺锦丽嘛有得到111个美国共和党前官员用公开批表达支持，这人包括捌伫雷根布斯爸仔囝。甲川普时期各政府机构服务过的官员、加前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等等，因批评川普执政的时期引起政府逐工拢真乱，俄罗敌人下属盟友、军队政治化，甲个人的利益放伫美国的利益顶悬，早就无适任总统的大位。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罗西亚伫咧2022年拍入去乌克兰，乌克兰大部分的男性拢爱上战场保护国家，另外嘛有630万人逃去国外。伫说乌克兰真侪产业拢欠工，真侪头路即马是拢改请女性，佮有少年囡仔。有长头毛的苏尔哈爱爬几啊步才用爬到驾驶座，伊是大货车的司机，逐工爱载货柜拍拍走。伊讲这就是伊上喜欢的职业，因为伊讨厌伫办公室坐久无聊的头路。介意熟悉新环境，更加重要是伊爱开大车。毋过看到运费是一个长头毛的女性，顾客拢惊一跳。Так цікавляться, в усіх шоки, усі з телефонами на вигрузках, на загрузках, всі з телефонами, всі фоткаються. Ну, усіх, і в прохожих, там, і в людей, в усіх шок поки. 乌克兰会2022年，和俄罗斯入侵爆发战争了后，真侪男性爱做兵，也有630万人为闪避战火逃离故乡。当局估算劳动力都欠超过1/4，有大些企业面临欠工的挑战。除了提悬薪水，真侪企业都用女性，包含运输司机、开拓工、安全警卫甲仓库工人等传统上男性为主的工作，拢有愈来愈侪女性加入。Я зрозуміла, як це необхідно не тільки мені, не тільки моїй сім'ї, що я буду працювати, а зараз, на жаль, забирають хлопців, більше і більше забирають їх. І це так важко. Всі роботи, які робили хлопці, зараз робимо ми. 唔那女性加入职场部分企业，亲像超市甲手机门市，也将眼光转向年轻世代，积极培训青少年实习生做销售员，来扩充人力资源。Мені цікаво було б далі працювати в продажах, можливо, пробувати якісь інші сфери, можливо, брати на себе там більше відповідальності. Мені здається, що це буде дуже цінний досвід в плані на майбутнє.
过去爆发战争的国家，女性拢成做劳动市场的主力，即马乌克兰也同款，因甲年轻世代共同投入职场，毋但为求生存，也为国家替半平天。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非洲有一寡山区国家，女性是无卫生棉通用，就要用布或者是动物皮。有一个台湾女性杨依婷，伊就去非洲推广用布做的卫生棉，要改善当地女性的卫生甲健康。根据世界银行统计，非洲乌干达有4成民众生活伫咧山车线以下，逐工的生活费用才多好超过美金2块，大约是台票70块。尤其是有真侪查某人来过岁时，是连一块清气的卫生纸都买袂起。伫咧首都坎帕拉一个贫民区内底，到台湾的 NGO 团体是要来改善这个问题。真下教室内底查某囡仔做伙，斗阵一针一线，真填补了。这块真细布的卫生棉，背后承载真深的贵经战车基地。越境贫穷就是因为可能财务上的困难，让他们每个月在处理生理期，可能要购买卫生用品或者是其他处理方式遇到一些问题，那就可能需要待在家，或者是没办法去上学。他们替代方式我听过很多是蛮难过的，就是在比较偏村落的地方，有人是用兽皮，那甚至有些就用报纸，甚至是塑胶袋。为解决非洲女性难题，杨依婷甲爱查某囡仔团队伫当地开布卫生棉在红班，或者无去读册甲散车女性，因透过重复使用的布卫生棉，改善个人卫生，也提高因的在防专业技能。Because our usual pads are expensive, and some of us may not be able to purchase them. We may not access them. So we came up with this, which is simple, easy, anyone can access. So we decided to make our local pads so that it can help us to also fit in the society. 这项培育计划为2015年开始，将近10年时间，已用将近15万妇女受惠。This training center is where we empower and train women to be better, to be stronger, to be financially independent, to know who they are.And to go for their dreams so that they can achieve them. 除了北京散车基地，爱查某囡仔协会也陪着当地干部，拓展更加侪主题辅助计划。创办人杨依婷佫得到今年10大杰出女青年的肯定。我们透过布卫生棉进入社区的时候，发现，村民可以开始跟你侃侃而谈他们在自己家里遇到的问题，那他们就会开始讨论说有水的问题，然后有厕所的问题，那甚至是农务啊，所以我们就会衍生出很多其他相关计划这样子。国际 NGO 团体伫咧乌干达努力打拼，嘛希望有一天会当解决乌干达散车的问题。公司国际记者伫咧乌干达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真，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